就来看民国40、50年代，台湾拢是用空洞叶雷白的扫帚，唔会当扫涂骹，嘛会当清天棚，所以有一个外号“天地扫”。一直到这个塑胶扫帚出现了后，才慢慢来落水。也毋过一直到今，家己铺主也有这个老师傅，逐工拢用手工雷白空洞叶所做的扫帚，已经白70年了。今仔日个看见台湾国宝师傅。 将这台湾海做空洞叶啊拍打了，准备要来做扫帚。拍好了后，用竹啊做柄。地壳包伫内底，啊竹啊垫伫内底。有70年技术的家己做扫帚的师傅，涂门下用烟线慢慢啊放。这无用起来，咱来穿着。穿出来所在要甲收好，天然来用的扫帚就完成啊。扫帚吼，要用啦，啊，搁好扫啦，生命啦。 要创啥物代志吼，拢会派人去扫帚啦。哦。足济人来到这里买。要做这无遐简单，都开始就要为真悬的空洞树啊顶面，将了叶啊甲刮落来，拍打了才会使做。因为这打又搁搞市过程真辛苦。这整个这拢会惨呢。就是因为艰苦，这项工艺恐惊无法度搁传落去。大家无人要学啦。 阮是不营养嘛，我若要就失传啊。塑胶制品的普遍，以及面对无人接手的困境，即马社区嘛研究出小食品，希望讲用文创概念，把这个古早的习俗传落去。